恭喜要做阿伯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恭喜哦，要做阿大咧，是不是真欢喜？恭喜哦，要做阿大咧，是不是真欢喜？我妈讲，父母疼幺儿，阿伯喜长孙，真的吗？阿妹讲，爷爱上满子，阿公石长孙，是有样么？阿妹讲，爷爱上满子，阿公石长孙，是有样么？小孩子他们高兴，我就高兴了。圣人欢喜，那是欢喜嘞；圣人欢喜，那是欢喜嘞。是啊。对了，阿伯记得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时候吗？嘿啊，阿爸，记得上拜做健康检查，是哪个时间么？嘿啊，阿爸。记得上拜做健康检查，是哪个时间么？我想想哦，好像3年多了耶。我想下看，當場就3年外了。我想下看，當場就3年外了。那阿伯該做檢查了。安尼，阿爸要做檢查了。安尼，阿爸要做檢查了。现在年满65岁以上，每年都可以检查一次。俩下，只有65岁以上，当年都是在检查一道。俩下，只有65岁以上，当年都是在检查一道。卫生所这里每个星期1、3、5上午，卫生所量，每禮拜日、3、5早晨。卫生所量，每禮拜日、3、早晨都有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，都有50,000屆成人健康检查哦，都有50,000屆成人健康检查哦。请问检查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？請問做檢查之前要注意乜嘢？請問做檢查之前要注意乜嘢？检查前一天晚上12点后，做檢查嘅前人嘅暗部12點了後，做檢查嘅前人嘅暗部12點了後，請勿進食，莫個是東西，莫個是東西。检查當天早上也請不要吃早餐。愛做檢查嘅日早晨，咪唔好食蕉。愛做檢查嘅日早晨，咪唔好食蕉。需要空腹檢查，愛空腹檢查。愛空腹檢查。請問空腹時間要這麼長嗎？空腹嘅時間要按久哦，空腹嘅時間要按久哦。是的，這要請阿伯稍微忍耐一下。係啦，你是要請阿伯忍耐下哦。係啦，你是要請阿伯忍耐下哦。檢查日當天上午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。檢查今日早晨8點10分開始是如何抽血呢？檢查今日早晨8點10分開始是如何抽血呢？不會讓你等太久，唔會俾人等太久啦，唔會俾人等太久啦。因為這項健檢我們要抽血。抽血係人子一項健康檢查，抽血係人子一項健康檢查。除了基本的身體檢查跟健康諮詢外，除非有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除非有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、血糖，還有檢查尿、肝同腰嘅功能、血糖，還有檢查尿、肝同腰嘅功能、血糖、醇、血脂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膽固醇、血油檢查得到，膽固醇、血油檢查得到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好，落力咯，好，落力咯。